兔子快速、敏捷、誇誇其詞，總是自誇速度快。烏龜則是慢吞吞、沉着穩定，但對自己的能力充滿自信。兩隻烏龜住在同一片森林裏，它們的對比吸引了其他動物的注意。有一天，兔子取笑烏龜的緩慢。懶得再被取笑的烏龜同意參加比賽，以證明毅力可以克服傲慢。森林裏的動物們聚集在一起見證這場比賽。兔子飛快地跑着，幾秒鐘就把烏龜甩在後面。兔子對自己的優勢充滿信心，決定在樹下休息，深信自己有充裕的時間贏得比賽。烏龜則不停歇地一步一步往前走。兔子對自己的速度很有信心，於是睡着了。烏龜雖然速度慢，但仍保持穩定的步伐。當兔子醒來時，驚恐地發現烏龜已接近終點。烏龜驚訝地越過了終點線。兔子羞愧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。故事的寓意很清楚，毅力和努力遠勝於自大和不謙虛。不要低估他人，也不要因為過度自信而忽略自己的目標。